約30名民建聯同教聯成員朝早由灣仔入境處大樓遊行到政府總部，抗議政府政策失當，導致校巴服務減少同費用上升。參與遊行嘅幼稚園校長麥謝巧玲話：佢現時同校巴公司傾續約問題嘅時候，對方話因為工資同校巴維修費用上升，要求向所有家長一律加收50蚊，佢認為唔合理。有啲我哋係好短嘅路程，咁如果你都係加呢個價錢嘅話呢，會係將我哋啲家長嘅負擔力提高嘅。咁所以我哋喺呢度呢係極之反對。咁如果我哋唔用現時嘅校巴呢，如果我係向外招標嘅話呢，我驚住呢係有好大嘅壓力咯。遊行人士到達後，先後上演街頭劇同向政府代表遞交請願信。出席遊行嘅立法會議員李慧瓊就話：現時校巴服務主要由擁有非專營巴士牌照嘅公司提供，不過由於校巴服務利潤低咗，唔少公司都放棄，令服務供應減少。佢建議政府要檢討同改善現時嘅發牌機制。而家學校嘅情況改變咗，校巴咧只係能夠咧一日送2轉，而事實上喺呢啲情況底下咧係唔夠吸引力咧，讓到佢哋參與投標嘅。咁所以若然政府去檢討發牌制度嘅時候，不是加入一個條件，要求佢哋作一定程度嘅參與呢，我相信校巴市場呢只會不斷萎縮，學校係不能夠提供校巴嘅服務。兩個團體早前嘅調查顯示，本港嘅校巴數目由04年嘅4244部下降至去年嘅3633部，而校巴公司對學校嘅平均報價，去年平均加幅達到11.4%。